今集同大家分享酒店生日佈置，介紹嘅酒店係美麗酒店。睇片之前記得訂閱同撳鐘仔，鍾意嘅話記得讚好。大家記得睇到最後攞優惠。美麗酒店位於中環核心地段，融合現代優雅設計與香港歷史文化。房間空間充足，適合作為生日佈置擺放。擁有 Smart TV 可以播放影片。房間視野開揚，將自然綠意或城市天際線引入室內。留意唔同房型會有唔同效果。我哋20 Balloon HK 佈置經驗豐富，酒店房型佈置設計專業，亦都係生日打卡嘅好地方。房間內不同位置都適合影相。今次房型屬於高級客房，房間擁有落地玻璃，除咗可以欣賞景觀，仲可以作為裝飾用途。今次生日套裝，藍金色調生日派對氣球佈置，黃色調大型 LED 月亮氣球，大大小小嘅雲朵氣球，再以 LED 水晶氣球及白金色氣球點綴房間，令壽星有置身喺星空嘅感覺。立即卡低呢個畫面，再訂閱 YouTube 同 Follow IG 20 Balloon HK， 付款前俾我哋睇張圖，即享有5% off。我哋20 Balloon HK 佈置經驗豐富，提供生日、紀念日、求婚、百日宴、應援佈置、商業佈置、節日佈置等佈置服務。立即去我哋20 Balloon HK 官網，了解其他獨家熱門生日款式及價錢。如果煩惱如何打造驚喜、畢生難忘的生日佈置，歡迎聯絡我哋20 Balloon HK， 我哋為你提供免費諮詢。如果想知道其他酒店佈置或者節日攻略，記得要訂閱、撳鐘仔、讚好。我哋下次見。